日係6月3號星期一，歡迎大家收睇《星動亞洲》，佢係馮家俊，佢係邵靜。嗱，今集嘅餘情未了呢，我將會尋訪一位做反派做得非常出色嘅演員，佢就係方剛啦。亞洲星空下就有毛啟賢演唱會嘅記者會花絮喎。至於亞視節目導賞團呢，就會為大家解構一下劇集《滿清13王朝》。當然唔少得有 ATV 亞洲小姐競選25屆亞姐8人嘅精彩片段啦。呢個時候即刻送上當年今日嘅娛樂新聞啦。娛樂圈當年今日將會搜羅當年今日嘅娛樂圈事件，勾起大家幕幕回憶，令你再三回味。2004年6月3日 ，Twins 錫住 Steven 勸一人小舉，組合 Twins 鄭希怡同埋楊受成等出席公開活動，有傳 Boys 嘅 Steven 同傅佩嘉拍拖而被雪藏。阿 Sa 表示一人小舉啦，唔好當住佢，啲人係咪中意拆散啲組合嘅呢？而 Boys 嘅經理人霍文希接受電台訪問嗰陣就話 ，Boys 嘅派台歌一路都係合唱，可能尋日首派台歌係 Kenny 獨唱，大家敏感咗啫。此外，有指傅佩嘉同 Boys 同日出碟，有借對方宣傳之嫌。傅佩嘉所屬嘅唱片公司總經理話：我哋5月初已經定晒出碟日期，唔係睇住人哋幾時出碟，我哋就幾時出。2008年6月3日，克勤斥大匯演混亂。李克勤到電台擔任嘉賓，佢表示日前喺演藝界所舉行嘅大匯演當中，本來打算獻唱《紅日》，佢話：我覺得《紅日》啲歌詞好，大會就話最好唔好唱自己啲歌。後來我去到又聽到有人唱《紅日》，中途又有人叫我出去唱，點知唱到一半又播錯帶，冇音樂。對於有指因為林建岳捐咗70萬做製作費，所以大匯演嘅焦點就落喺佢公司嘅旗下歌手劉德華、鄭秀文同楊千嬅身上，令曾志偉好不滿。克勤話：我好佩服有領導才能同號召力嘅同行，好似志偉、華仔同林生，我喺後台見到大家好齊心。2010年6月3日，瑤瑤險中愛心頭錘。台灣童顏郭書瑤瑤瑤近日正式踩入電視圈，佢聯同演員曾寶儀、楊佑寧、8歲小童星梁志儒等喺台北出席台劇首映會。喺劇中扮演倪亞達嘅梁志儒全程跑嚟跑去，不時黐住瑤瑤，但係因為梁志儒高度嘅關係，當佢向瑤瑤索取愛的抱抱嗰陣，咁啱個頭就喺佢嘅胸前位置，瑤瑤即時尷尬用手隔開梁志儒。不過梁志儒就自爆最中意抱瑤瑤，仲大讚話因為好溫暖。對於不時被外界將佢同豆花妹作比較，近日兩個人更由電玩界鬥到歌唱界。瑤瑤就大方咁話喺不同嘅領域當中，大家都會有好表現，呢樣係值得祝福嘅。呢個亞洲之子同埋亞洲家人嘅選舉之後咧，觀眾反應咧相當熱烈啊！而且今次呢個選舉呢，就有才子佳人嘅意思噶嘛，所以如果觀眾心目中有邊一位係亞洲之子，又或者係亞洲家人理想嘅人選呢，歡迎去到我哋亞洲電視嘅網站投票啦。咁大家對我哋亞洲電視嘅藝人啦，可以更加熟悉嘅話咧，所以我哋今集嘅星動亞洲啊，就推出咗一個環節咧，逐一介紹我哋嘅藝人啦。而第一位出場嘅呢，就係喺 ATV 2011亞洲先生競選中榮獲亞洲型男大獎嘅徐丁。徐丁咧，大家睇佢平時咧大大隻隻咁啊，其實咧佢動靜皆宜啊，同埋佢為人咧亦都係相當之得意，好搞笑嘅喎。咁大家睇下幕前幕後嘅徐丁。大學嘅時候咧，我係學電腦嘅。之後咧做咗 model， 電腦同 model 有咩關係呢？其實真冇咩關係，我媽都覺得冇咩關係，所以佢不嬲都反對我做 model， 但係我唔理佢哋反對。我大學畢業之後咧就去咗深圳，我希望係 model 嘅證明自己。諗翻起咧，都有啲對唔住父母嘅。但係佢哋都原諒咗我，可能係見我咁堅持，就隨得我啦。我媽同我講過，你做咩工作係唔緊要嘅，緊要嘅係你中意。你中意嘅工作咧，你就會認真嘅去做，努力嘅去做，就一定會成功嘅。幾年間嘅模特兒工作，雖然為佢累積唔少名同利，但係佢心裏面一直有一個夢。就係希望成為一名具備出色演技及主持技巧嘅全方位藝人。可能剛剛轉咗電視行業，收入比之前少咗，但係我相信
如果俾個機會我一定會喺演繹同埋主持方面做到最好。徐丁一直都冇忘記心裏面嘅呢一個夢，直至2011年嘅亞洲先生選舉重臨，面對呢個千載難逢嘅機會，徐丁當然係唔會輕易俾佢流走啦。9號徐丁，今年28歲，嚟自中國大連，係一位電腦工程師。佢擁有冷靜嘅頭腦、矯健嘅身手。我嚟就係為咗人，請大家支持我徐丁。2011年嘅時候，我有個朋友同我講，亞洲先生比賽要啟動咗。我知亞洲電視有好多經典嘅劇集，同埋好多知名嘅藝人。我覺得呢一次對我嚟講係個機會嚟嘅。經過2011年亞洲先生比賽嘅洗禮，我簽咗亞洲電視，終於完成咗我心中嘅一個夢。9號徐丁，佢最超級嘅一次係喺公路上協助公安捉咗3個專呃人嘅撞車黨，好勇敢啊！我最崇拜的是史泰龍扮演的 Rambo， 因為他是一個有血有肉的真漢子。結果係9號徐丁。The winner of the Mr. Cool Award goes to number 9， 朱丁 Leo，Congratulations！ 亦都麻煩咧 Jessica 咧幫我哋頒獎嘅。我經常都會健身嘅，健身去鍛鍊自己，令自己冇咁易放棄。你如果想身形好咧，就一定要加重量。你加重量一定好辛苦，你唔辛苦就冇效果。同做人係一樣嘅，冇付出點會成功咧？如果一切都太順利嘅話，過程入邊就會少咗啲得着，冇遺憾先係最大嘅遺憾。雖然係擁有一身橫練嘅身形，但係原來徐丁亦有佢文靜嘅一面。每當工作完結之後，佢總係喜歡拎住自己中意嘅書到咖啡店或公園，除咗探索書裏面嘅世界之外，亦可以趁呢個機會喺繁瑣嘅生活裏面詮釋一番。我最中意睇嘅咧係金庸嘅小說，因為佢小說入邊咧人物性格突出。我最中意嘅角色咧係楊過。因為佢夠專一，可以為咗自己中意嘅女人咧不顧一切，唔理旁人講咩，同我一樣係咁樣要原則嘅，人準嘅路可以一直行落去。我覺得咧呢個就係優點，都係缺點嚟嘅。講佢係優點咧，係因為夠專一；講佢係缺點咧，因為有嘅時候辛苦咗自己，都辛苦咗身邊嘅人。唔開心嘅事咧係人人都有嘅，但係有一種人咧係可以自我調節嘅，我就係呢一種人。唔理遇到咩事我都唔係嬲嘅，所以咩事對我嚟講都係一樣嘅。過多幾年諗翻轉頭，咩事都係人生中最美好嘅一段經歷。唔好睇我呢個樣好似好酷。我身邊好多朋友同我講咧，我呢個人好好笑。其實聽我講嘢就知啦，我呢個人係一啲都唔好笑嘅。可能係我呢個廣東話講嘅好直，我好多朋友咧一聽我講廣東話就笑。我知佢哋係妒忌我廣東話講嘅比佢哋好，搶咗佢哋嘅風頭。講下笑啫，其實廣東話都幾難學嘅。從一開始咧，大家唔知我講咩，到而家大家基本上都知我講咩。我都係經過好大嘅努力嘅，我係唔會放棄去學呢個廣東話嘅。樂天嘅性格令徐丁成為朋友同埋一班同事嘅開心果，但係對比之下，佢更加感激同事同埋一班前輩對佢嘅教導。陳啟泰哥係對我幫助最大嘅前輩。點解咁講呢？因為嗰個時候我啱啱嚟到亞洲電視，泰哥就咁一直支持我、鼓勵我。泰哥人好好嘅，而且有嘅時候咧，經常教我一啲
主持啊同埋演藝方面嘅技巧。嗰個時候可以有一個前輩咁樣支持你，咁樣鼓勵你，我覺得比咩都重要。所以我覺得泰哥係我嚟到亞洲電視之後咧，對我幫助最大嘅前輩。無論如何，我都唔會放棄自己嘅夢想，做一個好嘅演員同埋主持。我認定嘅路就會一路行落去，唔翻轉頭嘅。多謝亞洲電視俾咗咁多機會我相信喺我嘅不斷努力之下，我一定會成功嘅。嘉俊啊，其實唔經唔覺咧，你都做咗好多集《餘情未了》啦，咁亦都係尋訪過好多淡出娛樂圈嘅藝人啦。咁邊一位令到你印象係最深刻㗎？其實《餘情未了》呢個環節咧，入邊位咧都令我好難忘嘅。嗱，譬如第一集啦，要尋訪黃元申啊嘛，我仲好記得咧，同啲同事們咧一齊攀山涉嶺咁入到去寶林寺度探訪一下佢以前修煉嘅地方。咁或者最近啦，曹查理咁樣啦，佢真係好風趣幽默嘅，無論鏡頭前定鏡頭後，同我講嘅嘢咧，我都好難忘嘅。係咁啊！呢個環節其實出咗街之後啦，咁啊身邊都有唔少嘅朋友啊，同埋網友咧都係好大嘅迴響啦。咁佢哋提供咗一啲淡出娛樂圈嘅藝人資料咧，都希望我哋去尋訪一下㗎。冇錯，觀眾嘅支持咧就係我哋最大嘅鼓勵。呢個時候，即刻同大家尋訪一下今集嘅主人翁方剛啊！娛樂圈造就咗無數叱咤風雲、紅遍中外、歷久不衰嘅非凡藝人。過去佢哋飾演過無數傳奇角色，拍攝咗好多經典劇集，又或者演唱過唔少扣人心弦嘅歌曲，令每一位觀眾都留下刻骨銘心嘅印象。成日聽到人埋怨工作有幾咁苦悶，薪酬待遇有幾個唔好，同事之間互相排擠，搞到索性返工幾日咧就辭職唔做，到頭來一事無成。人生當然充滿咗好多唔如意嘅事，但係最重要嘅就係睇你自己點樣去面對。以工作為例啊，我哋先唔好視之為苦差，嘗試下欣賞自己，欣賞別人，從中發掘樂趣，真心喜歡自己中意做嘅嘢，咁先可以全程投入，事半功倍，取得理想成就。從事演藝工作嘅朋友，大概都擁有一份熱誠，否則肯定唔可以堅持到而家。嗱，會唔會見到一啲已屆退休之齡嘅演員？對住呢一行咧，仍然係依依不捨，仲間中樂於客串演出，呢份精神都值得我哋敬佩嘅。就正如事業如日中天之際，毅然淡出娛樂圈嘅資深演員方剛咁樣，都同樣擁有住呢一份執着。要數香港影視界最令人望而生畏嘅惡人，方剛必定係其中之一。喺佢大部分嘅作品，包括經典劇集《豪門》、銀湖、戲王之王等等裏面，總係飾演大反派嘅角色，滿面坑疤，眼神冷酷，加上表現歇斯底里，將嗰種惡形惡相表露無遺。只要佢每次一出場，自自然然會為觀眾帶嚟一種令人唞唔到氣嘅壓迫感。唔好咁啦！呢個世界好唔公平，佢注定乜都有，而我注定乜都唔好啊！你唔好咁啦！你唔好咁啦！方剛曾經表示過，自己冇將角色當成反派咁嚟演，只係好自然咁樣將角色嘅行為合理化，然之後將自己嘅情緒完全代入其中。事實上，佢自細已經充滿咗演戲細胞，年紀輕輕嘅佢已經表現得有板有眼。不過最初家人係反對佢投身呢個行業嘅，為咗謀生，方剛先有做過服裝、化妝品、廣告同埋雜誌等等。縱然第一桶金係靠做服裝而賺翻嚟嘅，不過佢始終認為同影視界係最為有緣。方剛原名梁順連，喺80年代中期登上大銀幕。1989年，佢參演咗一套由百老匯名劇改編而成嘅舞台劇《勾心鬥角》，連續演出64場，紅遍東南亞。其後佢喺影視界亦漸得人賞識，名氣越嚟越旺盛。
早排我哋就聯絡到身在美國洛杉磯嘅楊群叔。楊群叔同方剛喺劇集《豪門》同埋《馬場風雲》裏面都有唔少合作嘅機會嘅喎。我要多謝我個老友沈天龍先生，因為呢10隻馬係喺佢嘅馬房拉過嚟。唔知阿沈生對於今次嘅拉馬事件有啲咩感想？其實我仲喺度煩緊，我隻馬房落晒倉，都唔知點算好。覺得阿雷生幫我拉走啲渣馬，我梗係要多謝阿雷生。不過聽講喺沈生嘅馬房都冇幾隻呢啲咁嘅質素咁高嘅一班渣馬。因為知道咧，你同方剛喺亞洲電視嗰時候咧，都合作過唔少嘅劇集啊，係嘛？係啊。仲記唔記得佢同佢嘅相遇係點樣㗎？初大家喺出邊嘅咋，圈外嗰陣時嗰啲 party 啊、玩啊、飲酒啊，嗰種嘅場合識嘅。咁啊，中間就斷咗幾年。70年有一年，咦喺亞洲電視又撞到方剛，佢又呢樣嗰樣又話編劇，又話整個乜嘢乜都講嗰啲咩，咦好似成個咩咁樣。咦我話方剛咩嘅喺度而家做演員喎，咁就變成大家一齊喺嗰陣時先至密切啲合作一齊咯。咁覺得佢你覺得佢個印象啦，或者佢係點樣嘅人嚟㗎？其實係啊，因為淨係喺片場識嘅嗰陣時，就個人就好好一個人，就我覺得佢好貪靚，好貪靚嘅。好貪靚，啲衫啊，定有啲頭髮啊，一定要吹到靈咁樣，貪靚到飛起。啲衫咧就公司啲衫，佢覺得唔好，佢所有佢啲衫啦，多數叫做咩啊？私貨啊，係出動私貨拍嘢嘅，冚唪唥私貨，即係口中咁講，方剛都係嗰種比較係咪都幾豪氣啊，同埋好豪爽嗰啲人咧？係啊，豪氣豪爽，唔肯認衰，認叻仔。貪靚呢個就係方剛啊！我哋做觀眾啦，喺熒光幕見佢咧，佢通常就嗰啲就好似大哥啊、大佬啊、好惡死啊嗰啲咁嘅角色噶嘛。咁佢真人係咪咁惡嘅咧？佢都同唔係熟嘅人，佢都先就擺咗一個老虎嘅樣出嚟喎。哦，都會嘅。佢多數都會咁樣噶。你同佢熟咗之後咧，佢就你叫佢做貓佢都得，喵喵都 OK。係嗰種嘅。我知道你喺背後好幫助佢，你表現得好好，俾心機做。你放心，我一定會盡力。細豪，坐低。細豪。你雖然起步遲啲，但係總算你識諗，爭氣啲。喺娛樂圈嘅日子，一齊風花雪月，笑看人生，本應充滿趣味。但到底係啲咩原因，方剛又要淡出娛樂圈呢？你覺得佢自己中唔中意做演藝事業或者做演員呢一方面呢？佢非常中意做演員啊！佢非常想做演員啊！佢未做演員嗰陣時啊，佢喺出邊，佢希望做名人。佢入咗電影界、電視界咧，佢又中意做明星。呢個佢係最中意嘅。行到去邊度呢個方剛，佢就OK 滿足啦。佢係呢種人咯。佢好 enjoy 嗰種嘅生活，就嗰種。係啊！我咁樣做咧，只不過想將來每憑輕貴。係咩？你真係咁偉大啊！將來我做咗駙馬爺，喺雷士控制晒大權，你就大把機會。如果你真係咁奸呢，我唔認你做大哥㗎。喂，一世人兩兄妹，我咁辛苦養大你，你唔幫我仲窒我，你好嘢啊！喂，講笑咋，使乜認真啫？我當你發噏風㗎咋。我就知你當我發瘋，所以先激你啫。冇你收。識得放手，有時真係唔係咁容易㗎。正當方剛嘅事業邁向頂峰之際，卻突然傳出佢要隱退嘅消息，
令到好多人都好錯愕。有指原因係因為佢媽咪當時病患纏身，需要親人嘅照顧，亦都加上方剛自己喺拍攝《戲王之王》嘅時候，因為過分投入，無法抽離，引致精神狀態並唔係咁好，所以最終迫不得已有一個咁樣嘅決定。喺《戲王之王》呢套戲度，即係叫做可能叫做後期，即係臨尾嘅一套戲啦。咁你覺唔覺得佢有啲咩特別嘅異樣啊？或者有啲乜嘢？好似你話齋，會唔會有啲同工作人員可能不咬言嗌過交啊？定係點樣呢？多數有啊，呢啲梗有，越後尾就越有咯。嗯，因為有時好似平時佢同上邊編劇啊，或者點樣去，即係編劇啲路線，佢有啲建議啦。係公司係採納啦。係咁，可能後邊嗰啲佢嘅建議，就大家意見相左咯。係就變成唔開心咯。可能係有呢啲咯。嗯。你應該係好清楚。我知道冇可能一朝一夕改變你對我嘅戒心，但係我同阿姨商量過，結婚之後我哋搬返鄰家大屋住。阿姨肯搬返嚟？當然啦，作為雷家嘅女婿，我始終希望我哋一家人多啲溝通同埋共識。我知你對我存有戒心，所謂路遙知馬力，日久見人心。你始終有一日會明白我嘅，阿爸。咁你哋啲婚禮準備喺邊度舉行呢？雷伯村嘅獨女結婚，梗係喺雷家大屋舉行啦。方剛嘅形象深入民心，大家對佢難以忘懷。而同時，呢一位前輩對於演藝界亦都係餘情未了。10幾年嚟，雖然唔再活躍於娛樂圈，但仍然非常關注呢個圈嘅動態發展。方剛亦都講過，浪費咗一個演員嘅黃金時段，難免係有啲遺憾嘅。各位。喺2007年，方剛曾經接受訪問，表示自己雖然已經10幾年冇再演戲，但係對於演藝工作依然好有自信，認為自己會比過去嘅表現更加有深度。佢希望可以拍攝古裝戲，嘗試飾演太監嘅角色，只要角色有新意嘅話，再演奸角都係冇所謂㗎。最後一次見到方剛係幾時啊？唔就係呢套戲拍完之後，大家冇乜見咯。都係《戲王之王》呢套戲，之後就冇乜見，亦都冇乜聽過有關佢嘅消息，係嘛？好，如果冇問我自己又唔得閒，身體又好攰又唔舒服啦，係諗住美國啦，係唞唞啦。咁就慢慢就大家就冇乜來往啦，係嘛？冇乜來往咯，因為冇戲啦，咪冇乜來往，即係個人有個，好似嗰陣時佢又好忙，又傾生意，好多樣嘢咯。係。喺娛樂圈1年可以有無窮嘅變化，更何況係10幾年呢？面目全非，亦都係好平常。雖然自從07年嗰次嘅訪問之後，我哋依然再好少有機會見到方剛喺幕前嘅演出，但係佢呢一種抱住興趣從頭娛樂圈尋找機會嘅態度，亦都係十分值得欣賞嘅。希望喺不久嘅將來，香港嘅觀眾可以再次見到佢喺熒光幕上面出現啦。歡迎翻嚟第3節嘅星動亞洲啊！好耐冇喺香港開過唱嘅毛啟賢呢，終於會開過唱啦喎！相信好多 fans 一定好開心啦。梗係開心啦！嗱，佢嗰首太傻，再加埋一首心酸的情歌呢，當年喺卡拉 OK 啊，真係人人都識唱嘅，到而家我仲唱緊㗎。咁你放心啦，佢講到明今次嘅過唱呢，一定大唱呢個經典嘅金曲啊，同大家一齊回味那些年。等待咧係一種折磨啊，就係徘徊喺呢一個期望同埋落空之間，感覺咧真係好難形容噶。但係咧時間越長嘅話咧，見到真人咧你就越覺得珍貴喎。我講緊嘅咧就係毛啟賢 Eric 大哥咧忠實 fans 嘅心態啦。Eric 毛啟賢將會7月底喺會展舉行2場香港演唱會。早前佢就登上郵輪為歌唱宣傳，萬事俱備，正好啟航出發。Eric 大哥，你嘅演唱會咧萬眾期待喎，終於我哋等到咯喎。嗱，對上嗰次咧其實係96年喎，點解咁殘忍咧？要我哋等咁耐啊？我都唔知㗎，呢啲係上帝安排嘅。因為人生嘅過程好多
好多計劃、好多安排呢，其實係身不由己嘅。但係我都係感恩等咗咁耐，卒之可以翻嚟開演唱會。喺樂壇貢獻咗30幾年 ，Eric 依然狀態十足，越戰越勇。要走訪唔同嘅地方開個唱，少啲體力都未必捱得住。能夠保持精神活力，真係一啲都唔容易。其實唱歌同打拳呢係一樣嘅，拳不離手，歌不離口。咁所以其實因為我每一年都最少有60場嘅演出，所以我就 keep 住咁唱歌，所以嗰啲氣魄啊，所有嘅狀態咧就一直會保持緊。我戒咗煙啦，我戒咗5年幾，到而家一支煙都未食過。我係一個好 casual 嘅人，我只不過維持緊我打高爾夫，因為打高爾夫會行好多路。所以行路咧，對身體好好嘅。Eric 喺圈中有唔少至交好友，知道佢計劃開個唱，當然要全力支持啦。聽你哋記者會嘅時候都講過啦，就係除咗嗰個俾500蚊你嚟表演嗰個阿志偉哥之外咧，咁好似你好多朋友喎，好多朋友佢哋都話就隨時打個電話就會嚟咯。仲有乜嘢朋友你邀請咗㗎？我會邀請草蜢啊，嘉玲啊，咁睇下梁朝偉喺咪香港啦。如果喺度請埋一齊嚟，仲有肥媽，肥媽係我呢一世人forever 嘅 fans 嚟嘅，所以演唱會一定會請佢哋嚟。繁華嘅都市入面，充滿住各式各樣嘅寂寞男女，表面睇嚟好似好堅強咁樣，但實質內心係好脆弱同埋好孤獨嘅。呢日就有一套要重演嘅舞台劇喺度彩排，同我哋一齊探視一下現代都市人內心隱藏嘅嗰份孤寂。呢套舞台劇由本地著名劇作家莊梅岩小姐編著，曾經勇奪第14屆香港舞台劇獎、最佳劇本獎同埋10大最受歡迎劇目。重新排過呢套劇呢，其實係導演嘅意思嚟嘅。因為我諗舊年即係當呢個戲開始第一次做嘅時候係2003年啦，咁樣都隔咗好一段時間，即係何偉龍先生舊年先至再攞嚟重新製作。咁舊年個口碑都唔錯，所以佢今年呢就揾個即係除咗舊年嗰個卡之外呢，仲有另外一啲佢嘅學員啦，一啲演員呢，就再重新製作過呢個劇目咁樣咯。佢寫咗一個戲呢，就關於一啲人有寵物，咁就喺街度認識，咁全部都係陌生人咁。咁我覺得呢，即係可能係因為佢哋大家都冇一種強烈嘅聯繫或者關係，只係透過一種狗隻去認識。咁一來就好 match 嗰班要做嘅演員啦，二來我就覺得嗰種感覺係好疏離，但係又認識又好疏離。領銜主演呢部舞台劇嘅係身兼導演同埋監製，曾經榮獲香港舞台劇獎最佳導演、最佳男主角嘅何偉龍先生，同埋最佳女主角得主歐嘉文小姐同龔小玲小姐。因為呢個係個重演嚟嘅，已經同啲演員呢係好混熟噶啦，咁所以喺演同埋導嗰方面呢係冇乜嘢特別嘅困難嘅。演繹角色呢一個角色，我覺得我唔係好難，唔知點解睇咗2次即係個劇本之後，我即係自己就已經有個感覺，呢個係我會咁演噶啦咁我第一次 pick up 呢個劇本嘅時候，個劇本係見到咦國內嚟嘅喎，咁當中咧有演員咧係有少少國內口音嘅，咁我就會諗，我一個國內嘅嚟嘅女人呢個角色咧，一定唔可以少過鄉音過嗰個演員㗎，咁但係又唔可以過多㗎，咁中間要點樣調教咧？呢次嘅重演嘅特徵啊，除咗我哋舊時嗰班人之外咧，哇，仲有好多新面孔喎，就係我過去嗰年幾咧係搞咗一個戲劇課程，叫做1年制戲劇證書課程。咁呢班呢，就係嗰啲畢業生。幾位主角除咗要擔起演活角色嘅重任之外，今次仲帶起一班新進嘅演員，為劇壇打造新氣象。1913年出生喺英國，喺貧民區長大。50年代移民到香港，
將大半生嘅青春貢獻俾香港社會，為香港嘅貧苦大眾發聲。今年係佢嘅8歲誕辰，所以喺呢一日，嚟自香港社會唔同界別嘅人士一齊為佢慶祝100歲嘅生日，而佢就係令每個香港人都衷心敬佩嘅杜葉錫恩女士啦。杜葉錫恩女士係香港著名社會運動家同教育工作者，40多年嚟一直服務香港市民，為基層發聲，為弱勢群體爭取權益。雖然杜女士出生喺英國，但係幾十年嚟都為中國人服務，加上曾經長期喺江西南昌進行傳教工作，所以佢嘅普通話同粵語都講得非常流利。由於杜葉錫恩女士嘅無私奉獻嘅精神，深深打動每個香港人。喺2010年亞洲電視首屆 ATV 2010感動香港年度人物評選活動中，被香港市民票選成為10大年度人物之一，足以證明杜葉錫恩女士嘅大愛精神受到好多香港人嘅肯定。喺啱啱過咗去嘅星期五，即係5月31號，就係杜葉錫恩女士嘅100歲生日。嚟自香港社福界、教育界、政商界，甚至係娛樂界等等唔同界別嘅人士，都一齊為呢位偉大善良嘅8歲老人慶祝生日。喺壽宴當晚，好多香港人都熟悉嘅名人都有出席。姐姐你好啊，可唔可以講下你對杜女士一啲評價呢？其實咧，我好耐之前見過佢，咁我以為佢唔記得我啦，因為100歲啊嘛，係咪啊？點知我頭先嚟到佢啊握手喎，Pamela Pack。I always saw you on TV. You always look so beautiful. Right. 哇！真係犀利到我都唔識答佢啊！連特首梁振英都有説話送俾杜葉錫恩女士。杜葉錫恩女士呢，幾十年嚟呢一直十分關心香港社會，尤其呢係支持基層。咁所以呢，我今日嚟向佢拜壽，祝佢身體健康，生活愉快。經過2個星期深入介紹劇集《滿清13王朝》之後，相信各位觀眾對滿清嘅歷史應該有更深入嘅了解啦。嗱，滿清13王朝咧，其實就涵蓋咗12個皇帝啦，同埋13個年號嘅歷史大事啊。今集我哋亞視節目導賞團呢，就會同大家去講下呢個清政府係點樣由盛轉衰嘅。呢個時候，即刻請嚟歐志堅博士為大家講下晚清時期嘅太平天國之亂啦。滿清13王朝係亞洲電視1987年推出嘅史詩式劇集。呢個根據正史同民間野史編寫而成嘅劇集，清晰刻畫整個清代總共13個年號嘅歷史。呢部劇集唔單止喺香港好受歡迎，更喺兩岸三地嘅大中華地區掀起熱潮，成為一時佳話。到底滿清13王朝嘅更替有乜嘢充滿戲劇性嘅地方？滿清13王朝劇集裏面又有乜嘢趣聞秘史呢？亞視節目導賞團會同大家大解構。同治臨終前嘅叛離，令慈禧太后感到更痛苦、更孤立，同時更因為害怕權力旁落，於是將同治嘅死訊秘而不宣，力圖擅策。其實我哋講及啦，就清廷嘅中葉啦，我哋叫中衰嘅情況啦。歐志堅，浸會大學博士，現時係香港樹仁大學歷史學系助理教授、歷史教學支援及研究中心副主任，對中國5000年歷史了如指掌，對清代認識尤其淵博。
其實好明顯有幾個現象啦。除咗我哋上一次談及嘅道光年間嗰個外力入侵之外呢，就其實內部都有唔少問題。而太平天國呢個嘅行動呢，呢個活動呢，更加係印證咗清朝中葉嗰個衰落嘅情況。咁大家知道啦，清廷一直以嚟嘅好多民間嘅朋友都知道呵，清廷有8旗兵或者6營兵，哇好威猛咁嘅情況嘅。咁但係其實去到清初嘅時候，8旗同埋6營相繼都做唔到啦。去到清中葉嘅時候，更加係冇辦法可以地方上面嘅控制。咁你好明顯見到啦，太平天國嘅呢個嘅動亂，其實好清楚，其實代表咗咧當時清政府對地方控制嗰種失衡。我哋談及西方嘅宗教對中國影響啦，亦都唔可以唔談及咧太平天國。咁大家知道啦，太平天國其中一部分影響我哋嘅洪秀全思想咧，就係西方嘅新教，亦都我哋所講嘅基督教嘅思想啦。咁講及呢個嘅太平天國啦，大家朋友都見到天國係咪一個觀念嗬？係啊，係一個上帝嘅觀念。好明顯，太平天國真係受到西方基督教嘅思想影響。大家可以見到㗎，其實咧當時一本嘅聖經叫《新遺詔書》，馬禮遜所翻譯嘅當時嘅中國文字啦，所翻譯嘅西方嘅聖經。呢本書後嚟影響到咧當日嘅良法所翻譯嘅我哋嘅勸世良言，亦都由勸世良言啟導咗洪秀全開始係策劃呢個嘅太平天國啦。咁大家知道啦，太平天國呢個嘅事情，其實最主要咧就係話一班嘅讀書人洪秀全當時咧洪秀全係廣東嘅廣東花園人士，咁當時咧考科舉咧就失意啦，咁於是咧就喺街上邊，今日我哋想派傳單係嘛，咁啊睇到一本嘅小冊子，就係良法將當日嘅新遺詔書嘅內容咧，將佢濃縮咗，變為一本嘅勸世良言呢本小冊子。因為呢本小冊子之後咧，開始就啟導咗佢對於基督教啦嘅思想影響，並且以基督教思想混合咗中國嘅民族主義啦、反清復明嘅思想，再加上中國傳統嘅一啲嘅思想合埋一齊，就成為咗佢嘅創立咗拜上帝會嘅情況。依我睇喺滿清13王朝之皇城爭霸一劇中，由歐陽佩珊所飾演嘅慈禧太后，唔理眾臣嘅反對，堅持要立載湉為嗣子。呢個決定亦注定咗載湉，亦即係後來嘅光緒帝悲慘嘅一生。國賴長君，載湉實在太年幼啊！年幼就最好，年紀大反而難以管教。妹妹，我認為咁做唔係幾好。點解唔好啊？查哥，你應該講句説話。不敢異議。既然七爺都冇意見，呢件事就咁決定啦。亞洲電視喺1985年首創咗呢個 ATV 亞洲小姐競選啦。咁其實每一屆嘅主題咧都係唔一樣嘅喎。冇錯啊，連佈景同埋服裝上咧都會花唔同嘅心思，務求令觀眾喺每一屆嘅亞洲小姐咧都感受到創新嘅意念。出塵絕世，傾國傾城，延續世紀傳奇。ATV 2013亞洲小姐競選昂然踏入25屆。因為2007年參加亞洲小姐競選而加入亞洲電視成為合約藝人嘅小靜，一直以嚟對亞洲小姐嘅貢獻不絕。除咗經常主持有關亞洲小姐競選嘅活動之外，更積極參與人美稱序嘅工作。今日嘅問題青年團，我哋有滔滔同埋澎湃。Hello， 蕭靜同大家講下先，因為我記得你嗰年好似冇入到 final 嘅，係咁所以同大家講講你係邊一屆嘅先。我係2007年嘅亞洲小姐，亦都係代表呢個港澳特區嘅。睇翻你一啲資料咧，你係講到咧，
好唔開心。應該係咁樣講啦。其實嗰陣時，我見到喺我之前啊，都公司其實係好少簽一啲真係叫做冇名次嘅女仔。都有，唔係咁多咯。係咯，唔係咁多。但係一屆點都有一兩個㗎。係啊，咁就去到我嗰屆，其實真係得我一個。咁啊即係咁佢公司其實簽咗我出嚟嘅時候，咁佢冇可能即係特別有啲 job 就話要呢個有名次嘅。咁其實都係如果係湊夠人數嘅，咁佢咪咁你一齊搭個少證啦咁樣。搭個少證。搭多個啦咁樣。咁啊好咯。咁一齊出去做嘢嘅時候，咁人哋其實真係叫做唔識你，可以叫做睇唔到你。咁永遠都人哋意思係記者啊，係啦，記者。咁啊，同埋可能即係在場嘅人啦，人哋淨係知道我今次我請咗個冠軍，請咗家人過嚟，請咗亞軍，即係可能季軍請咗孫晨佢哋過嚟咁樣。咁呢個唔重要啦，即係你企埋一齊咪影咯。咁跟住然之後，永遠咧影完一張相之後咧，就會阿嘉瑩留步啊，或者阿邊個留步啊。咁我就望呢邊啦，咁個鏡頭係本身係即係咁樣去影，可以影兩個嘅。你睇到個鏡頭都會側少少，即係通常都係咁樣咯。咁我最記得就係嗰時真係啱做一個叫做公司俾個機會我啦，去做一個活動。咁啊，亦都係真係好睇得起我。可能佢覺得我真係識講國語嘅時候咧，就俾我一個人去做主持。嗰個係咩活動啊？記唔記得？係好似係08年嘅亞姐啟動儀式喺內地做嘅。咁大沓稿，跟住然之後，咦咁已經係震啦，已經驚啦。咁我仲要係同阿姐之父一齊嘅。阿姐之父一齊嘅時候，跟住我就企個台嗰度，佢話你講啦，跟住我就話，佢冇，我好驚啊，咁樣即係震手，已經啲眼淚已經喺度流緊咁滯啦。想知道小靜嘅全部訪問內容，就要留意聽晚7點喺亞洲電視本港台播出嘅 ATV 亞洲小姐競選25屆亞姐百人啦。今集嘅節目時間又差唔多啦。亞洲星空下咧就會有我哋5月天嘅演唱會花絮啊。至於亞洲之子亞洲佳人選舉咧，將會介紹嘅就係我身邊嘅蕭正。係咁，另外啦，點少得我哋 ATV 亞洲小姐競選25屆亞姐百人嘅精彩片段啦。總之咧，聽晚嘅7點半，黐實我哋星動亞洲啦，拜拜。拜。跟住落嚟係播映微播天下，請繼續欣賞。